三世多杰羌佛。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我以至誠之心繼續恭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借心經說真諦第二部分，借經文說真諦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以上所說苦集二諦係世間因果，滅道二諦係出世間因果。苦諦係世間嘅果，集諦係世間嘅因，滅諦係出世間嘅果，道諦係出世間嘅因。菩薩說此四諦告知舍利弗，乃為告知諸有緣眾生，就係講俾一切有緣嘅眾生聽。佢唔只係同舍利弗講，仲同所有有緣嘅眾生講，使其知苦斷集。為咗使佢哋明白苦集要斷，為滅而修道，要入此之路，並說明四諦假名立，本來面目空性中冇四諦，就係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都空滅，無相可斷，沒有一相可存。觀世音菩薩已經將佢講得好清楚，就係講四諦呢本身係假名立嘅，本來面目裏頭空性根本冇咩四諦，乜嘢十二處、五蘊、地獄、人間、十八界、人我男女，乜嘢都冇。講到呢度，同學們就可以回光返照啦。咁樣講咗呢半天，係針對空性而言，明白空性嘅道理。於理中當然四諦就不存在，但係明白畢竟係明白，要證到空性嘅道理轉化為實相無相，四諦先至真正嘅不存在。但係呢度往往又唔需要你去證，甚至於叫你唔需要明心，因此呢個就牽涉到一個大乘嘅境界，上乘根器嘅境界嘅悟道。咁樣我哋做唔到呢一點，至少我哋就修道去證佢，以法去得到咁樣一個境界。所以就要修行，修行係十分重要嘅。修行學法自然會入道，自然會證到般若嘅境界，自然會證到空寂五蘊、空寂十二處、十八界，自然證到實相境界。無相可得，法身現前真自我，自我顯示法身無，法身自我兩不外，本體如來觀自在。眾生受無始無明蓋障所迷，妄真分割，得唔到悟正本性，故無明煩惱生死捆綁，落於世間因果，認為有苦可受，有集眾因，認煩惱生死為實。眾生啊，尤其係我哋人啊，受無始無明嘅蓋障迷住以後，就落響世間嘅因果裏頭嚟啦。咁樣為乜嘢落入嚟呢？就係由於無始無明業力蓋障，障蓋光明自性。呢度一講之後，又要提醒同學們，就係呢個無始無明業力蓋障啊，你哋係懂得噶啦。我唔能係咁一直重複同你哋講啦。咁樣知道無明，就知道佢有幾厲害。所以由於迷住以後，就落響世間因果裏頭去啦，就認為一切都係真實嘅。我哋現在坐住係真嘅，肚餓啦係真嘅，所有一切係真嘅。呢個係現實嘅，甚至於口口聲聲咁樣講，呢個係由於受縛而執着身心六根，色受想行識五蘊不斷，先至造成現實嘅。人嘅煩惱就咁樣變為生死流轉不息，並且講佢係非常實在嘅，乃至於唔只係語言上講，心裏想佢體會到，亦係實實在在嘅，都係由於無明煩惱所致使而造成嘅。其實苦集二諦
如十緣生假合幻有，實相本無，所以無苦集二諦。從真實理中講俾大家知，苦諦同集諦呢兩個諦啊，都似十緣生假合幻有存在。緣生和合屬一切有，緣生滅散屬一切無，就係無常性嘅道理。咁樣佢係十緣生和合一樣嘅，如夢如幻如鉗突婆城，如虛空花如旋火輪等等。因此實相本無，係空寂嘅。我哋世人響世間上就係如此，所以無苦集二諦，沒有苦集二諦。聲聞乘知苦斷集，修道諦以證滅果，求得涅槃。呢度就係講聲聞羅漢，佢哋知道苦之後，就要將呢個集諦斷掉，三界積聚嘅一切苦因，準備將佢斷掉。咁樣用乜嘢方法去斷呢？就以修道嘅方法，以37道品嘅方法去修正，滅掉呢個因果嘅業力，然後空寂求得涅槃嘅境界，就係求得涅槃成就。涅槃有如依涅槃，無如依涅槃，無住大涅槃。總之係正成就嘅一種境界。而認為所修之道所證得者，即是菩提，有出世間因果存在。因為聲聞乘啊，由於修道就證道啦，證道以後佢哋自己就認為呢個係修道修嚟嘅本事。修道修到咩本事啦呢？修道成就啦，我現在能變化無窮，能唔受閻王老爺管，我再唔死啦。所以有一個有法嘅概念，有法嘅概念產生，自然而然地就有呢個出世間嘅因果存在啦。只要有起心動念，就有因果。你仲有法，當然又有因果咯。因果呢個科學啊，嗰個係逃唔甩嘅。只要你起心動念，就要落入因果。只要你認為係出世間所證之果諦果道，咁樣又係因果啦。因此聲聞乘有出世間嘅因果存在嘅。今明苦集二諦本無，我哋今天明白苦集咁樣兩個諦本無，就係講苦集兩個諦本身係不存在嘅，故亦無滅道二諦，就係講滅道兩諦都冇啦，苦集二諦都冇，邊度仲有滅諦和道諦呢？因為本身冇集諦就唔需要去滅，冇集響呢度，冇集苦響邊度呢？咁有咩要滅呢？冇東西滅乜嘢呢？唔需要滅，咁樣就唔需要去修道啦嘛。修道唔係就多餘嘅事啦。修道修咩呢？修道嘅目的就係為咗滅苦因嘛，滅集罪嘅苦因嘛。而了知集罪本無，苦因亦無，故無所滅。所以上述法要講明當體是空，因此我哋講到當體是空嘅道理。最近幾天都響度開示呢個問題，無生滅，無涅槃可得，就係講冇生冇滅嘅本身真實理中，連涅槃都不可得，本身亦冇涅槃可證嘅。生死即涅槃，生與死就係涅槃。煩惱即菩提，煩惱本身就係菩提，菩提就係第二。釋迦牟尼佛響菩提樹下邊成就了道，因此稱佢嘅成就大覺圓滿，就叫菩提。我簡單咁同大家解釋呢個菩提啊，故以無苦可離，無集可斷，無滅可證，無道可修。由於一切自性本空，
故無苦集滅道。因為自性本體係空嘅，所以話就冇苦集滅道。要知道冇苦集滅道為聖人悟徹而所有，凡夫卻知其文理而不所有，知其言而不見其本然。其本然即是指心，即是性，故心性本乃一體。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藉心經說真諦，今日就恭讀到呢度，無限感恩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